擁有智慧社團管理系統，係當今多元化的社交環境中，社團作為一個澳門地區重要的社交平台，不僅促進了興趣愛好的交流，亦加深咗會員之間既情誼以及社會凝聚力。為咗更高效、有序地管理會員資料、活動記錄及會費收支等事務，推出咗專門為澳門度身訂造嘅擁有智慧社團管理系統。擁有智慧社團管理系統包含會員管理、活動管理、新聞管理、投票管理、資助管理、微信公眾號應用等功能。目前已經幫助澳門本地多家社團組織搭建其內部管理系統。首先，會員管理係涵蓋咗會員從入會申請到資料維護的全過程。活動管理幫助社團更有效地策劃、組織、執行和跟蹤各類活動。資助管理模塊係專門用於輔助社團進行澳門基金會申請、收支登記以及編寫資助總結報告。新聞管理模塊係專門用於發佈、管理和展示社團新聞。重要功能區投票模塊主要用於收集會員意見和偏好，以便社團做出更民主的決策。